我双眼全盲，所以我用耳朵观察这个世界。因为我看不见，所以我听声音的点点滴滴。我是王俊杰，你所收听的是耳朵带我去旅行。在这里，我们听声音的大小事。嗨，大家好，我是王俊杰，欢迎你再度收听耳朵带我去旅行。我们这一集的单集，在我们这一集的单集当中呢，要为你播放很多首歌曲，都是台语歌，都是台语歌。这个来由呢，来自于就是金曲奖刚落幕，然后呢，今年的金曲奖的第34届金曲奖的最佳台语男歌手、最佳台语女歌手，还有最佳专辑也都有新的名单。那我算是保固期已经过了齁，对。但是呢，在这一年的这个颁奖结束以后呢，关于台语的部分呢，其实呢，在网络上有引发很多广泛的讨论。那今天呢，在这一集当中呢，我想要让大家重听去年的台语男歌手、台语女歌手，还有最佳专辑，还有听听今年的最佳专辑，还有台语男歌手、台语女歌手，我们来比较一下，我们来感受一下。因为呢，也许你在网络上看到了很多的论战，然后但是也许你根本没有认真听过他们的歌。那我觉得我个人当然有一些我的想法，但所有的论战我也都尊重，但其实我想要透过这一集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些感觉。那我们这一集的节目呢，一样要透过 KKBOX 来插播音乐，所以如果你是其他平台的听友呢，那我要跟你说一声抱歉，我会把歌单放在我们的那个内文的地方，那大家你可以点进去。你可以自己去上网搜寻来听听看。我觉得对我来说，没有一首歌是难听的。对我来说，真的没有一首歌是难听的，只是有一些角度上的事情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分享一下这样子。好，那同时呢，我跟视障心理师朱心怡的快闪计划呢，我们在这个月的第3周，我就要播出第1集了。那在第1集当中呢，我跟心怡也会跟大家分享我们所收集到的，我们所收到的故事。那一集我们只能播出2首歌、2个个案、2个故事。那很抱歉，但是呢，其实每一个人的故事都非常非常的精彩。你没有被我选上，没有被心怡选上，不代表你的故事并不感人，不是这样子。而是这就跟金曲奖的比赛一样，这当中呢，就是会有所取舍。那欢迎大家可以到时候来收听我们第3个礼拜的单集，歌真的好听，然后故事也让人觉得很动容，这样子。那一样邀请大家，如果你有生活里在许多的日子里面，你也许有一些你想说的话，你一直都来不及对对方说，或者你一直都不好意思说，不管是什么样的心情，邀请你可以透过也许你写成短短的歌词，或者你什么都没有写，你也只写下你的故事也没有关系。那心怡呢，会透过心理咨商师的一些专业的角度，给大家一些好的良方。他都说叫做心理韧性。那我呢，唯一能做的事情呢，就是帮你的故事写一首属于你这个故事的主题曲，让你可以留下来。也许为这一个阶段，或者为这一个来不及说或不好意思说，留下一些纪念，留下一些记忆。好，那一样连结呢，我也把它放在内文里面。OK， 那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的话，也邀请你可以在你的收听平台帮我点星星评分5颗星，同时呢，你也可以上我的粉丝页，你可以打钢琴诗人王俊杰。我每一集节目呢，都会留一则贴文在上面了，邀请大家，你可以跟我分享你的想法，或者是你的建议，你也可以私讯给我。好，那我们就来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咯。我们这个主题呢，我今天想要，因为第34届金曲奖刚刚落幕，那有几个事情我觉得是可以讨论的，尤其是因为我自己是台语的创作者、台语的演唱人后，
台语工作者，那我对于这引起的广泛的讨论，也许你知道，也许你不知道。也就是说，郑宜农得到了最佳女演唱人，还有最佳台语专辑呢，引发了各界的讨论。好，那郑宜农的部分呢，我们等一下聊。我要说的是，我曾经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过，就像那个陈建骐我们的这次的评审长，他在讲话的时候，他有这么说，他觉得如果可能的话，他会选择入围，而不是得奖。入围是逗点，那得奖好像是某一个小阶段的结束，它就是一个句号。那事实上呢，去年我得入围的时候，我心情也是这样子，我也不止一次的在节目当中或者在公开的场合跟大家分享过。我觉得得奖这件事需要运气，真的很需要运气，因为呢，你不知道你的对手是谁，然后你的对手跟你的比赛的天秤到底在哪里。好，那以这一次来说好了，我从台语男歌手开始，这一次入围的每一张专辑呢，每一个台语歌手呢，除了阿吉拉大哥以外呢，其他人都属于叫做非典型台语歌。好，我不想用传统台语歌或新台语歌来描述台语歌的现况，我比较想要用的用语是典型和非典型。典型也就是各位你常常认知里面的那样子的长相的台语歌。那非典型台语歌呢，就比如说我啦，比如说邵大伦啊、陈竹生啊，这一次入围的周志崇啊，或者是灭火器啊，董事长啊，或者是杨树浩啊，江蕙怡啊等等，百合花，这都属于非典型台语歌。那黄山亮呢，走在典型与非典型之间。好，那应该说我也走在这个路线上。萧煌奇呢，也是以非典型的编曲，但他的台语歌呢，也有典型的气氛，但非典型的style 这样子齁。好，那么在这些非典型的入围者当中，只有阿吉拉大哥是一个典型的台语歌。好哦，那台语男演唱人比的是什么？比的是谁唱的最好？那请问到底什么叫做最好呢？这件事情就有趣了齁。最好有时候有一点残忍，是自己跟自己比。比如说以这一次来说，入围者当中已经得过金曲奖的，也有入围好几次的。那周志崇跟竹生哥两个人是第一次入围。那阿吉拉大哥呢，其实已经是常青树了。那么每一个人唱歌都有他自己的特色。那比较下来，我个人觉得阿吉拉大哥他得奖实至名归，我必须这么说。先说你不一定喜欢他的 style， 也许你是年轻一点，以你现在的角度来说，你会觉得他唱歌的方式不是你喜欢的。好，但是不能代表他唱的不好哦。好比说有些人听不懂古典音乐，然后你在听声乐家唱歌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我听不习惯，但是你能说他唱的不好听吗？比如说他可能是 Pavarotti 好了，可是因为你平常就不听声乐，所以你听得并不习惯，你会觉得这我不哈，这我不哈。不过人他是世界级的大师，你敢来当讲你不哈呢？你不要讲你唱了歹听。就比如说阿吉拉大哥也是一样的情形。光是他的唱功、他的长音、他的转音，他对于口气上的诠释，带着那种现在已经很少年轻一辈会的演歌的口条，还有那种委婉辗转的转音，那个都是很多人办不到的。所以你要是以方方面面来说，他是实至名归的。那阿吉拉大哥这一张专辑呢，其实很明显的，你也感受得到他有很大的改变，跳脱了很多以前他唱歌的方式。虽然他选的故事还是以他自身为出发，以他自身为出发。在早期几十年前他出专辑的时候，他命运的吉他也是以自身的身心障碍为出发。后来写他与当时的老婆也是以自己的故事为出发。这一次依然是，
但是人已经60几岁了，这个出发跟当年的出发其实很不一样。人老了，看待的事情也都不一样了，一种知足的出发。我想在这个时候，我们先来听这一首歌，歌名很简单，就叫做《亲爱的谢谢》。你可以听到一样有典型台语歌的唱腔，典型台语歌的旋律，但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听完了这一首歌，阿吉拉大哥的这一首歌，你不晓得是不是跟我一样，你也觉得实至名归呢？人家真的唱得很好，就很像那个跨年啊，2023的这个跨年的时候，那白冰冰姐有唱那个 First Love， 那网络上啊就很多人在嘲笑啊，很多梗啊，可是其实我跟很多朋友我们私下讨论啊，我们觉得冰冰姐唱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好，只是说她唱的那个感觉啊，那个口条啊，不一定是现在年轻人喜欢的，但她唱的真的非常的好，那种很道地的日本味哈。好，那其实现在可以说了，在入围名单出来的时候，我自己心里啦哈，我觉得周志崇是一匹大黑马。当然我私心很希望陈竹生或邵大伦得奖了，因为他是我的好朋友，两个都是我的兄弟。但是我真的觉得周志崇是很大的一匹黑马。周志崇呢，他的口条啊，他唱的台语啊，你也都听得懂哦。然后他的歌呢又蛮新的哦，就是我说的非典型台语歌。但是呢，这当中又有一些夹杂的一些典型的我所谓的有草根味，有一些草根味，并不是每一首歌都就是很年轻到你完全不知道怎么吃下去这样子哦，他没有这个问题。那没想到最后是阿吉拉大哥哦，我那时候没有想到的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因为典型台语歌呢，已经很多年都一直被压抑着哦。之前许富凯得奖的时候，严格来说，他那一张专辑也不是典型台语歌啊，他的做法也是非典型的形式。好，那之前许富凯也是在台下做了很久，那他也是以非典型的形式来得到金曲奖，所以呢，我们就会直觉觉得金曲奖评审的口味呢，大概都是比较不愿意选典型台语歌的。我必须坦白告诉大家，这是有原因的。因为啊，典型台语歌真的有一个问题。去年的评审长阿迪亚提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可以拿来讨论了，拿来讲给大家听，就是做流行音乐啊，它基本上需要有一定程度的工业水平。那我必须很诚实的说，虽然我自己是台语的创作者，台语歌的演唱人，但是我真的要说，典型台语歌的这很多年，它的工业水平啊，其实不是太够。那至于为什么不够呢？这其实有很多很多背后的原因。那包含省钱，包含觉得听众这样就可以被满足等等等很多的理由。那还有就是会常常听到老板们会说啊，因为那个听众啊，他就爱听这种歌，就歹势吼。听众爱听这种歌，未必然是一定就是跟他爱你安尼做呢。好，比如说大家有人喜欢开国产车，但也不能就是冷气不冷啊。所以这个是典型台语歌的资方真的需要去想一想的事情啦。还有呢，到现在典型台语歌都还很流行买断。那你知道买断这件事是非常严重的哦。买断呢，就是以后你只有人格权，就是那条歌是你的名啦，剩下的包括他卖 KTV 啊，或什么授权啊等等啊，都没有你的名字。那你知道吗？如果是买断的话，其实我们很难听到好听的歌，大多是买断哦，而且有些买断还是非常便宜的哦。至于这个多便宜呢，我就不在节目里面讲了，但是总之就是很便宜，然后比买一首歌呢，买断哦，比基本薪资还要低。我是说正常价哦，不是便宜的哦。那这样怎么会有好作品呢？这样怎么会有好的工业呢？然后编曲的价钱呢，也比一般
华语一般商业唱片的编曲的价钱还要低。我是说平均哦，不是那种1等1的编曲人哦，那个不算哦，平均大概就是基本薪资左右而已。所以呢，这个就很难有好的工业啊。然后会只录什么？录和声、录吉他，这是典型台语歌真的需要好好去思考的事情。好 ，OK， 但是阿基拉大哥这张专辑呢，你看得到改变，而且你感觉得到他企图心很强烈。那个企图心未必是想要来得奖的，然后我真的不认为每一个人做专辑第一时间都想着是得奖啦，也有这样子的人啦，但是大多不是这样子的啦。我们就看得到这个改变是让人感动的。那我去年我是最佳台语男演唱人，最佳台语男歌手，那我就是跨在典型和非典型之间，因为我用了纳卡西跟爵士乐，那我的旋律呢，也许有一些是靠近典型的。那我又掺和了非典型的元素，那我也在节目当中播了很多次我自己的歌。那我今天我在这一集节目，我想要播一首我当时专辑里面比较非典型的台语歌。其实应该说我的旋律非常典型，只是我的段落不是那么典型的，这样 ABA 有副歌啊，那么明确的。所以也有副歌，但它的结构比较大概再花俏一点点这样。这一首歌的歌名叫做《五块》，那是一个叙事型。其实台语歌讲故事啊是经常有的事情。那我想让大家听我自己的专辑里面，我的专辑得奖的叫跨博嘛，但当时中的这一首歌《五块》很少拿出来播，我让你听听看。我那一年得奖的作品，你可以比较看看。那一年萧煌奇，我特别讲一下，萧煌奇也是入围者。那我们都这样想哦，包含我自己也这样想。萧煌奇一出，谁与争锋？结果呢？为什么萧煌奇被我打败了？不是萧煌奇被我打败了，我们必须说，有时候评审非常的现实，他会让你跟你自己比赛。于是这时候我们就有了机会。那我很明显的感觉，评审是在让萧煌奇跟自己比赛。等一下我们讲到女歌手的时候呢，也可以继续聊这件事。不然萧煌奇唱歌绝对是没有对手的啦。好，我们来听我自己的这一首歌《五块》。听完了我自己这一首歌，然后大家你听了以后，我不晓得你的感觉如何。我自己认为，我自己说啦，如果假设我是今年入围，我也不觉得我能够赢过阿基拉大哥。对，因为在众多的这种比较之下，阿基拉大哥就跟我们比起来，他真的就是突出，我刚才说的，我说入围这件事反而是更好的肯定，因为入围代表你在很多很多张专辑啊，你被肯定了，然后你的声音被肯定了。就好比说我今年也有一些没有入围，我觉得很遗憾啊，我也没想到他不会入围这样子。那当假设我们这些入围的声音，然后开始我说过了，评审会互相拉票，他在抉择的时候，那最后阿基拉大哥是有可能胜出的，是应该胜出的。假设我在今年，就算在去年的话，我觉得阿基拉大哥也是很有可能胜出的。如果是一样的作品啊，内容都一样的话，好，那在互相拉票，还有在相互比较的那些天秤之下呢，去年的最佳女歌手是江蕙怡。好，那江蕙怡她的台语歌就是非典型台语歌了，而且江蕙怡基本上她个人的作品呢是不太管市场的。怎么说？因为其实江蕙怡在做音乐，她真的不是很管市场的，但是她的音乐呢，又不会让你觉得咽不下去。只是我说的不管市场，是她的歌词有时候其实在诉说一种我们用我们的话叫做很个人，然后很个人。那我要让你听江蕙怡的这一首歌，来让你感觉一下。因为今年，假设你想象一下，假设把江蕙怡放在今年，你觉得她会得奖吗？我觉得不知道。为什么今年还有曹雅文？好，等一下我们会讲到这件事。曹雅文是不是大家也会想象，曹雅文一出谁与争锋呢？反正二姐江蕙没有比之后，曹雅文基本上很难有对手。
他的对手可能是黄妃。好，不是蔡秋凤姐不好哦，大家应该理解我的意思。我说的是那种比较值得期待，但今年都跟我们想的不一样。我等一下可以也分享一下我的这个想法哦。那我们先听江蕙怡，你听一下她唱歌的方式。其实他跟许多典型的台语歌的人都不一样，跟许多非典型台语歌的人也都不一样。江蕙怡唱歌有一种属于只有江蕙怡有的 style， 然后他的音乐也一种只有他江蕙怡有的 style。可以说他比较清高吗？或者他站在一种不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视野看着这个世界吗？我觉得做音乐充分显现出一个人的状态跟态度。首先，江蕙怡并不是靠音乐在吃饭的。江蕙怡是一个很棒的工程师，所以江蕙怡在做音乐的时候，就会有另外出现了这样子的角度。于是呢，他的音乐就会给你提供一些不一样的思考和素材。这条歌的歌名叫做《99的白菜话》。好，如果你平常不是很常听台语歌的话，那你听完了江蕙怡的这一首歌之后，我不晓得你会不会重新回来再听台语歌。跟你认识的台语歌可能不太一样。其实现在的台语歌有很多都跟你想象的不一样。如果你已经很久没有听台语歌的话，或者你是听典型台语歌的朋友，我嘛想要跟你讲，其实音乐有做这面向的，音乐的面向应该要有很多种。不是只有一种。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今天最精彩的部分，就是我们要讨论今年郑宜农的事情。我觉得有一点纳闷啊，我没有想到郑宜农得奖啊，会得到这么多的讨论，而且讨论的过程非常的激烈，非常的火热。我觉得今年所有的事情都显得有一点奇怪。奇怪的就是今年大家好像很冲动，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感觉，从政治啊，从社会议题啊等等方方面面，大家有没有觉得今年大家好像台湾的人们都变得非常的冲动，甚至于有一点激进。好，那因为各位记不记得多年以前啊，李雅莎也得过金曲奖。李雅莎是来自于中国上海的女歌手，我还跟她合作过。那她其实一句台语都不会讲，可是她出的是台语专辑，然后她还得到了最佳台语女演唱人。那当时也有一些声音，但那些声音呢，基本上就是就音乐来说是相较于激进的，就是她不是台湾人，然后她不会讲台语，她为什么可以得奖？但是那个声音相对没有太大。可是今年呢，金曲奖结束以后，在我的版面上啊，非常非常多的讨论，包含了评审们都自己出来自曝自己就是评审。以往不会有很多评审一直出来讲说我就是评审啊，我今年怎样。今年特别多，因为针对比赛的方式啊，针对评审的过程，甚至于是互相鼓励，或者是提出一些检讨的声音特别多。我就觉得这些事情并不是今年才有的。那为什么今年特别大声？然后呢，其实这种听起来有一些不符合典型台语歌，或者对台语很积极努力在推广，甚至于对台语有一些期待，有一些热切的朋友来说，不太一样的台语歌也不是今年才有。我们往回再推几年，今年入围的廖世贤，他上次得奖的专辑，其实也不符合典型台语歌的期待，或者不完全符合台语人的对台语有一些热切的人的期待，可是也没有如此的广泛的被讨论。但是今年的郑宜农呢，广泛的被讨论，所以我一直觉得今年整个台湾很多事件呢，很多事情都非常的激动，大家都非常的激动。我先讲我自己的感觉，我先讲结论好了。我觉得郑宜农得了最佳女歌手啊，可以接受。那为什么呢？我自己可以接受，因为她的声音确实非常的特别。
在众家的唱将之中呢，这些唱将们都遇到了，我想会遇到一个我刚刚讲的萧煌奇现象相同的事情，他们会拿来自己被自己跟自己比赛。好，那蔡秋凤姐也企图心也很强，也跟阿基拉大哥一样，他想要做一些不一样的改变，但是如果从比赛的结论并没有成功，但我也认为他成功啦，因为他入围啦。那黄妃就是真的是一直就是自己跟自己比啦，这就算是他没有得奖，我们还是会说他唱歌超好听。那曹雅文更是自己跟自己比了。那当这个时候郑宜农杀出来，就显得合理了。好，我觉得他得最佳台语女歌手，这没什么好争议的，因为就是在所有的声音里面，我讲了啊，我刚刚一直讲，要看你今年比赛的对象是谁，然后那个天秤会让事情怎么样发展。可是我想比较争议的可能是应该是最佳台语专辑这件事情。我认为很多对台语有热切期待，有一些使命感的朋友，或者听典型台语歌的朋友，会非常的不服气、不满的原因，可能来于这里。我觉得是来自于这里。我先说我自己好了，其实我一直认为啊，会是曹雅文拿到最佳台语专辑，因为啊，曹雅文的专辑是非常完整的，那他诉说的概念啊等等，因为最佳专辑最重要的是概念，概念要很完整、一致性。比如说大伦的专辑，我就不会认为他会得最佳台语专辑。为什么？因为他的专辑里面的素材很多，很像好几张专辑的拼贴。这大家也不用觉得我怎么这样讲了，因为我跟大伦自己也都讨论过，我们都清楚，因为他有很多个制作人，那就会有这样子的结果。那逐声初次提升，然后专辑比较是以自己为出发，这个要变成最佳专辑可能也会有一点难度啦。但是曹雅文的这一张专辑啊，其实他用很多历史事件啊，甚至于一些台语老歌的一些元素作为就是以老台湾来做一个讨论。那甚至于讲一些我们在很少被提及的一些事情，照理说是很有希望的啊。好，那为什么他没有得到最佳专辑呢？为什么水逆得到了最佳专辑呢？其实我一开始也不是很能接受。好，我先从如果我是评审的观点，我最后为什么会愿意投下一票给那个郑宜农？因为这当中的评审里面也有那个曹雅文的好朋友啊。好，我想到的只有一个原因，曹雅文的作品啊，基本上是艺术品，而不是流行音乐。而讲一下金曲奖啊，希望的就是有前瞻性。他的一个标准就是会希望这个音乐未来是可以是带动流行的，或它是创造流行的。那各位你在听的时候，你可能说过去的台语专辑敢逐张拢安尼，你无感觉安尼，未必然代志都不是安尼。伊讲的流行，不是干那挽救某一个族群的流行，好不好？是整个流行音乐产业的流行。所以这个时候呢，郑宜农啊，相对他比较符合这个标准。那这时候台语热切者，包含我，就会心里有点难过。好，难过在哪里？你就会觉得第一时间我也有一点点不舒服。我会想说，好，我有听完郑宜农的专辑啊。首先，郑宜农的台语专辑啊，他的台语真的有很多需要调整的地方，这是真的哦。包含他的台语音韵跟那个音符之间，确实有很多咬合，我们所谓的导音的问题。再来，他台语的发音，我是听得懂，但是跟其他人比起来，确实是问题。这是真的。那再来呢，他的台语用字啊，也很多是
你很明显的一看就知道是先国语思考再台语的，这也很明确。所以这对于长期在台语工作、台语耕耘的创作者，或者长期在听台语歌的人来说，心会很难受，会很难受。可是呢，换一个角度想，这个社会需要的是对话，需要是包容。你很难受，但你不用骂他呀，对呀，你不能说他一句台语都不会讲。然后呢，因为他上台的时候，他的得奖感言会让这些人比较台语热切者炸锅的原因，就是他说他家是讲台语的，但他小时候他一路不太会讲台语，然后制作人讲说我们没有要改变什么。我相信其实连他们都不知道，都没有想到自己会得到最佳专辑，我真的笃定的这样相信。但是啊，你知道吗？现在不只是台语歌是这样子，客语歌、原住民的歌都是如此。就是很多创作者其实他本身的母语能力没有那么好，那他的思考真的是先从国语开始，从华语开始，然后呢再回头转翻成他的母语。那你会说，那这样可以比吗？拍谁吼？这不是现在大多人的现象吗？这不就是在这个土地上大多人所面临的现象吗？那我们又何必苛责？然后站在流行前瞻性的角度，郑宜农的这一张专辑，我没有要为他说话，我说的是，如果我是评审，我为什么要投他？就是站在流行前瞻性的角度。我想我们评审里面也有许富凯，他是已经很资深的台语流行音乐工作者，我说的这些事情他一定都有感觉，那他一定心里也会有一些想法，但我还没有机会问他。可是他也投，他最后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投啦，我不知道。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不止他一个人，这里面不会都不认识台语啊，甚至有人说啊，不是台语的人来当评审，然后评台语歌。我觉得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我们不要这样子分。那我觉得我觉得未来还会有更多这样子的台语歌或其他的母语歌出现，只会更多，不会更少。我举一个例子世界是一直改变的，人是一直改变的。现代人啊，读文言文啊，需要翻译，需要解释，写华文的那个文言文。可是以前人不用吧？现在的人呢？以前的阿公那个时代的人，看着一般正常的文字报纸就可以直接念台语，他毫无障碍。可是现在的呢，台语需要有台语书写的语法，需要有教育部订定的台语的书写的方式。为什么？因为教育害的，教育造成的。我刚刚说教育害的，就是教育害的，没有错。好，拍谁这一段会比较严肃那这没有办法呀，时代就是这样子走。那比如说，很多人读不懂佛经，好，那但是他回头去看了外国人对于佛经的解释，翻译成中文的解释以后，他再回头看佛经，他反而比较看得懂。你会觉得这很吊诡，但没有办法呀，这就是时代的改变。我觉得要面对改变，真的要面对改变。那不同立场的人啊，我们也许会有情绪，也许会怎么样，但是我们何不多一点鼓励，或者我们温和一点？我看到网络上很多朋友骂得非常的凶，这就让我想起，如果你是长辈，我们教育我们的小孩啊，然后我们就说啊，你点数都不讲台语，啊，你都不讲台语，那你用很凶的，你用很霸道严厉的方式，请问你的孩子会愿意讲台语吗？或讲客语，或讲他的母语吗？讲原住民语吗？不会，因为他只要想到关于他的母语，就是一场严厉，就是一场严厉。那所以啊，我觉得多一点包容。然后台湾呢，如此的美好，有这么多不同多元的声音在这里，你不觉得很好吗？所以我们倒不如去告诉
有心创作的新的台语人，这样可以更好，那样可以更好，我们跟他分享。我觉得有人说郑宜农是来蹭声量然后就离开的，我一点都不觉得。我觉得他在创作的初心的时候，绝对不是想这些事情的啦。他来蹭这个干什么？引免真正的，难不成他来吸台语族群，然后增加他的声量吗？也不是选举啊啦，我觉得没有那么阴谋论。那在这样一个我刚刚说很热，一切都很亚公的这个今年啊，我觉得郑宜农做了一件事情，他没有出来为自己辩护什么，他没有多说话。我有看他的脸书，他当然有发表他的感言，有把他的感言再说一遍。但针对这些有的没有的事情，他都不讲话。我要跟大家说的是，有时候沉默是最大的力量。不讲话有很多理由啊，就是不解释，不解释也不代表他默认。也许留一点时间，可以让很多事情变得更清楚、更明白。我再讲一次，郑宜农这一张专辑叫《水逆》。那有这个名啦，而且有淡薄水逆的对，水逆逆天而行，逆天而行的逆，水逆。有人讲台语，跟他无人安尼用这个用词，有啊，有啦，不是无，只是较少人用水逆，好。其实那我讲上面台语一定有用啥，也无用啥。拖拉库是日文，奥多拜是日文，但是基本上变叫做台语啊，塔玛豆。是日文，但这种叫做台语啊，咱敢要讲台语较早无人来用，无需要啦，真正无需要。那讲到这里，因为他得了最佳女歌手，又得了最佳专辑台语专辑，所以呢，我花多一点的篇幅讲他，要讲长一点。因为我只播他一首歌，其实你仔细听一下，无和你歹听，我感觉无歹听，只是。他的用语啊等等，如果你是一个很会用台语的人，你也感觉爱个学习，还要再学习，安尼尔对，真正的啦，我感觉较包容的真正，因为用和你霸道的方法，我们的语言只会离开我们更快，死得更快，会愿意参与的人会变得更少。这条歌名叫做《人是如何学会语言》你就知影，伊的思考是华语思考，人是安怎学会语言。但是我感觉听听看，如果你还可以看歌词的话，其实我无感觉伊无心呢，我不觉得。我个人没有我跟他不认识，我不用替他讲话，但是我感觉伊并无心，好吗？我们听听看这首歌。OK， 那听完了郑宜农这首歌以后，你再安静感觉一下，想一想，其实我觉得我们真的要给他多一点鼓励啦。然后我还是要说，我对于郑宜农的做法非常的敬佩，我非常的觉得很棒。就是他选择不跟大家争论，然后选择不说话。我就刚讲了，不说话有时候是一种很大的力量，对。给他自己时间，未来让他自己证明。对，我也不相信郑宜农做完这张台语专辑他就不做了，我也不这么认为。但是就得留待时间嘛，好不好？时间可以帮我们解答很多很多的问题。好，那去年呢，我那一届第33届最佳台语专辑，这张专辑呢就很厉害，一个不是咯，不是咯。带着文言的感觉台语的色素很文百合花乐团非常厉害的乐团。那百合花我不用多说，我等一下让你听歌就可以。百合花基本上结合了很现代的曲风，然后传统的元素，而且他们把传统和现代结合的非常非常的巧妙。然后那个传统是很道地的就是不是插灰啊，不是说只是把传统乐器拿来玩一玩这样子而已，而是他们很认真的去钻研这件事情，然后在文字上也是。那当中我刚刚讲的最佳专辑除了一致性以外，还要有流行音乐的未来性、前瞻性，
还要有流行感，这是金曲奖的精神。那如果是比较艺术的流行音乐，比较独立的，它会在金鹰奖被看到，在金鹰奖发光发热。当然也有人在讨论金鹰奖跟金曲的划分越来越模糊等等，这不是我今天要跟你讨论的事情。好，那我们要听的这一首歌呢，是百合花结合的传统，前面你会觉得就是很洋派，很现在流行的，但到了间奏你就会被吓一跳，那叫搞啊。然后他描写的内容却又这么时尚，这条歌的歌名叫做拜六，咱来听这条歌。如果你有一些话想说，但是不敢说，也不好说，或是来不及说，这次就让我们用音乐来帮你把它说出口。我们诚挚的邀请你写下这些话，无论是生气、埋怨、遗憾、后悔、感谢，或是思念都好。让第33届金曲奖最佳台语男演唱人王俊杰为你写下专属的一首歌，让全台湾第一位重度视障的心理师朱心怡为你找寻心灵的解放。除了帮助故事的主角找到出口以外，也用彼此的故事来疗愈更多相似的生命。这是一个理性又浪漫的快闪企划，每个月一次，只有3次机会，赶快到节目资讯栏准备写下你的故事咯，让我们就此一起打开心结。好 ，OK， 刚刚听到的是我跟视障心理咨商师朱心怡小姐，我们2个人的快闪计划的插播广告吼，顺便和缓一下气氛，差点回来。我做节目难得这么用力啦，吼，这么严肃吗？还好吧，我有努力，我有努力不让事情那么严肃吧。好，听完百合花以后啊，我还有一首歌一定要跟大家介绍。为什么我一定要推这首歌？吼，应该是说我想推他的歌啦。在34届金曲奖里面有一个我觉得最佳得主，就是陈建伟先生吼。那因为艾怡良不小心念错名字，我也要替艾怡良讲一下话。其实念错就是偶尔难免发生嘛，他也不是故意的。那也不用，我觉得我们都包容一点。我真的觉得今年为什么大家都很容易压起来嘞？不要这样子，真的不用这样子。嘿，好，但是呢，就成就了建伟吼。建伟是大人的制作人，然后建伟其实也得过金曲奖。然后呢，在这之前，建伟的脸书关注人只有几千个人。好，那一瞬间，因为建伟非常有好，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人平常的训练。艾怡良的第一个本能就是怎么办，很紧张。那陈建伟的第一个本能，首先也是刚了一下，但他立马很快的就知道要怎么面对，很大气的做了反应。建伟呢的脸书一瞬间来到了4万人以上，所以啊，这个世界很难说，真的很难说。建伟的歌很好听呢，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陈建伟的专辑？很多年以前，陈建伟有一张专辑叫做《古伦美亚》，古伦美亚就是用以前早期的日治时代的台语唱片公司为名古伦比亚，那用这个名字为主。那我要介绍陈建伟的一首歌给大家，这一张专辑就是古伦美亚专辑在2015年，然后我要介绍的这一首歌呢，不是他的当中的主打歌，而是在专辑很后面有一首歌，我听了会非常的有感觉，而且很感动的一首歌。他在描述慢慢有点失智的阿嬷，记忆有点失智的阿嬷，旋律很美，歌词很美，歌名叫做《青魂的简歌》，身份的情歌听看嘛呀。然后我还是要说，我们多一点包容，然后我们真的不要那么容易压起来。对，有时候压起来
有一天我们不小心会因为自己的压起来而感到有点懊恼、遗憾或后悔，到那时候你可能又要来参加我跟周星怡的那个快闪计划，要打开心结这样子。好啦，那我们最后就在这一首歌当中跟大家说再见，谢谢大家愿意听完这一集的节目。那这是我个人的观点，然后也欢迎你批评指教，但不要骂我好吗？好，那欢迎你可以上我粉丝页，你打钢琴诗人王俊杰，我们来听陈奕迅的讲歌。